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教会福音主日，咱教会大概3个月会定一遍福音主日。福音主日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当邀请未信主的朋友来到教会，甲咱做伙礼拜。所以牧师伫即个礼拜的讲题会做一寡调整咱原本是咧读旧约的士师记即个士师。咱今仔日咱来看新约。就是耶稣的门徒叫做马太，牧师将今仔日的题目来定做改变，今仔日题目定做改变，咱人如果若对咱的生命的状况无满意拢期待会当有一寡改变，得到一寡改变的力量，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但是有一寡人会去求神问卜，甚至有一寡人会去算命改运。但是咱今仔日特别来看一个伫新约时代，伊的生命外表看真丰富，但是内在真空虚的一个修士叫做马太。伊安怎透过耶稣基督来得到改变？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先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会当透过圣经所记载每一个人物伊的生命。来思考阮家己生命的问题，恳求主这个时刻找见智慧的神、真理的神来帮助阮，会当主神来听你的话，来照你的话去行，互阮领受祝福。亲爱的主，阮今仔日要看马太的故事，求你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咱看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见着主的门徒马太，伊的受调伊的改变真戏剧化。伊是拄伫工作的时阵，被耶稣呼调。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有2段无论是马太家己记录的伊家己的故事，还是路加所记录马太的故事，拢讲伊是拄咧工作的时阵，伊是一个修士。伊即个工作，伊坐伫即个税关顶面咧收税的时阵，耶稣亲自行到伊面前，对伊讲：“你跟对我。”路加讲，伊马上放落所有一切来跟对耶稣。伊一句话嘛无讲，就跟对耶稣。后来，即个马太也是讲路加记载，伊叫做利未啦，伊伫厝内底。就为着耶稣举行一个真大的宴会，伫即个宴会中间伊特别邀请伊的朋友伊的朋友拢是收税嘛也是讲其他的人来参加即个宴会。但是咱来理解一点，就是讲咱今日看收税，敢像是一个正当的职业但是咱等下做一个解说收税伫当时阵一般犹太人来看这是一个虽然收入真好、真丰富，但是伊是一个无好的职业因为伊是去人剥削一般的人来得到家己赚真侪钱即款的人所以当时阵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甲属伫因的即派的经学教师，就是因当时阵的宗教领袖，就是讲道德比较要求较悬的，因就对耶稣的门徒埋怨讲。你的先生恁即群人竟然甲遮歹人阮看做无好的遮人，竟然甲因做伙咧食饭。也因为因即个质问引起耶稣所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耶稣讲讲健康的人无需要医生啦，只有破病人才需要医生。所以我来的目的，毋是要钓好人，是要钓歹人来悔改。所以耶稣讲伊来的目的是要互每一个生命期待改变，无满意家己生命的人，会当得到完全的改变。其实耶稣毋是干那咧对这个收税、甲马太的朋友讲尔，其实是对所有的人讲，包含法利赛人讲，每一个人拢是罪人，拢需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得到生命的改变。所以咱今日对这个马太伊的故事，伊受调的故事，
咱来学习改变的功课吼。咱首先先来看马太到底伫倒几点，有啥物款？伫军队耶稣进前，甲军队耶稣了后，有啥物款的改变？首先吼，第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伊的名改名啦，吼。咱看见着路加福音书讲伊叫做利未对无？吼啊，马太福音书家己写的马太福音，吼啊，马太家己写的马太福音书，讲伊叫做马太，吼。利未即个名吼，原本的原文的意思叫做联合啊，联合。咱来理解来讲吼，犹太人甲咱台湾人相共吼。咱迄个囡仔号名的时阵吼，其实即个名对这囡仔，就是表示父母对这囡仔有一个期待。啊，所以吼号名对因来讲是非常重要。啊，敢亲像咱咧一个囡仔号名非常重要同款。伊的父母来号做利未吼，其实伊的父母有一个真深的期待，因为利未的意思是联合嘛，吼。因为讲伊甲上帝有一个真好的联合。啊，结果吼。这马太教照伊父母的期待无啦，伊不但无甲上帝有好的联合吼，伊煞甲即个世俗有真好的联合啊！伊为着要趁真侪钱吼，去找一个工作叫做游说，吼。咱等下来说明讲，这其实毋是一个真好的工作，吼，这是一个真世俗化的工作。所以伊无甲上帝有真好的联合，啊，煞甲世俗有真好的联合。但是伊信主了，伊军队耶稣了，伊将家己的名吼称作马太，吼。有一寡学者是认为讲，伊接受耶稣了，家己改一个名，还是讲耶稣给伊一个新的名叫做马太。马太的意思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吼。等于有了新生命了，伊明白这个新的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伊要用一个新的名来见证伊的新生活，开始伊的新生活。比如讲，咱看到真侪圣经的人物嘛有安尼，比如讲阿伯兰，啊，原本都叫做阿伯兰，后来改做阿伯拉罕，吼，雅各后来改做啥？以色列对吧？新约圣经嘛有，保罗这使徒吼，这真重要的宣教师，伊原本都是叫做。扫罗，吼，改做保罗，吼，啊，彼得咧，彼得原本在称作西门啊，西门改做彼得，吼，啊，当然牧师毋是讲吼，咱若信主了，咱就爱改名啦，吼，毋是安尼，其实上较重要就是讲，爱改换一个新的生命，所以马太吼，伊将利未改做马太，意思伊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伊是上帝所赏赐真宝贵的礼物。当然，咱今日来看吼，伊确实是安尼啦，吼。因为耶稣搁活上天了，伊就用伊的文字写了马太福音书。所以，咱今日透过马太福音书，咱会当了解耶稣基督的教训，了解耶稣基督的生平，且伊所为咱所做。所以，真做咱今日的祝福。哦，这是伊第一个改变，吼，这是伊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吼，什么改变？伊的工作改变啦，吼，伊工作不改变，伊对一个收税，吼，来改变，叫做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咱来看吼，伊家己伫马太福音书的第10章，吼，第10章。是咧写耶稣有12个门徒，吼，12个使徒，伊特别提出吼，伊伫伊名头前吼，加伊过去的工作，叫做，吼，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叫做税吏马太，吼，啊，现代中文有本写做收税的马太，吼，啊，这真特别，吼，因为吼，我拄则有大家讲过吼，收税吼，伫当时阵吼，算做是一个。无好的职业啊，吼，因为吼，伊会当称作是合法的罗马啦，合法的罗马，吼。咱今日咧看吼，可能这是一个真好的工作嘛，吼，咧收税，但是当时阵却是一个互犹太人看做看袂起的工作，
因为咱来理解就是讲，当时阵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殖民的统治下面，所以罗马帝国要求犹太人爱缴税金，因为对当地无真熟所以为着统治的方便，伊就找一寡犹太人来做这个收税，来协助政府收税。但是罗马政府只要求讲这个地区一当爱缴偌济税，收税伊会当照伊的需要收济收少，拢会当家己做主啦。所以譬如讲这个地区爱缴，假设讲一当爱缴10000块的税金予罗马政府，但是收税伊就讲伊也有一寡成本嘛爱请人去收税嘛，所以伊可能会收2万块，收3万块，收4万块，剩的啦，1万块交去罗马政府，剩的拢第二个家己落地啊。所以收税是一个罗马政府会派一寡公权力，互伊当执行这个收税的代志。所以收税是一个收入真丰富的，但是伫一般人看来，这是咧替外国人来欺压家己的同胞。所以一般人看这款的职业是看袂起的职业，所以你若伫圣经中间你若看收税拢甲啥物人放做伙？甲娼妓啦，甲妓女放做伙啦，所以圣经常常将这税吏啦、娼妓啦、罪人拢来放做伙，就是这个原因啦。因为一般人看袂起这款的职业，但是马太接受主的呼召了，军队资料。伊改换了新的工作，伊对一个剥削金钱的税吏，变成做一个分享福音的使徒。伊的工作改变，毋仅安尼伊的生命嘛改变。伊毋仅有新的工作，伊有一个新的生命。伊对一个罪人，成做一个，伊对一个剥削别人金钱的罪人，变成做一个。分享福音、荣耀上帝的使徒。伊过去的生命只重视钱，外表看来真丰富，其实是真丧香啊。后来，伊毋是去趁钱伊变做去趁人，去趁人的灵魂，所以伊的生命变做成做丰盛。所以咱今仔日伫这个礼拜中间，咱会人来读伊的故事，来学习伊。所以咱看见着伊有这款的改变，接下来咱要来看伊改变的原因，以及改变前、改变后会无共款。第一项，咱来看圣经中间讲伊安怎改变的。圣经安尼讲耶稣对伊讲：来跟对我，利未就起来，放下一切，放下所有的跟对耶稣。咱来注意我今日特别互大家读2段，是这马太也是讲利未收掉的经过2段，毋知大家有看出2段有啥物款的无共款？路加伫遮讲这是路加马太放了一切所有的来跟对耶稣。你若去看马太福音书马太家己讲啦，伊无讲伊放了一切，伊讲伊起来就跟对耶稣。伊讲了较谦卑因为咱知其实马太咧写这个马太福音书的时候，伊家己知影家己是过去是个罪人啦，伊一切稳定拢是来自上帝的赏赐，所以伊毋敢写讲伊放了所有的。其实可能在路加看伊是放了所有的，但马太看伊无放了所有，我等下做一寡解说那么对2个角度来看，马太所放落的物件，第一项，马太伊是放落捆绑伊的贪念啦咱知影马太放弃伊的工作对一个收税变做门徒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伊的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咱知收税我拄则有解说过，是收入真悬的职业，而且地位是高高在上的，有相当大的权力。当时阵一定有真侪人想要爱这份工作，但是主要所来呼召了，
伊竟然一点仔丢毒嘛无，放了这一切来军队做，因为伊深知伊做这项工作实在互伊真无快乐啊。这项工作是伊生命的捆绑。儒家讲伊放了一切，但是咱来详细来看后来马太嘛有钱去办宴会对无？伊还阁有钱去办宴会嘛，所以伊这钱伊无放落嘛，只是伊放落伊的贪念。过去伊可能看这钱真重，但是伊今仔看啥？伊看这钱会当诚做别人的祝福，所以伊办一个宴会，邀请伊的朋友做伙来听耶稣基督，来看耶稣基督。所以伊放落伊的贪念，来诚做一个分享的人。过去是一个自私的人，即马诚做一个会分享的人。所以虽然伊讲伊个人家己评估讲我无放落一切，但是儒家对伊的评估是伊放落一切。也因为伊放落伊捆绑伊的贪念，所以伊嘛放落困了伊的罪行。虽然过去有真丰富物质上的收入，但是伊的心灵是真丧向、真空虚的。虽然伊过去有真大的权力，但是伊心内是真软弱的，因为一般人看伊袂起嘛，心内真痛苦嘛。但是当伊做这重要的决定，伊要军队耶稣了后，伊就完全离开伊的歹所行，伊无搁再受这个歹所行的困扰。军队主的人爱有一个决心啦，咱来放下一寡世间人看最重要的代志。伫2013年台南新学院有收到一个真重要的礼物，就是这个巴克的牧师的献新文。这故事我过去捌甲大家分享过巴克的牧师伊对16岁开始就写这个献新文。这献新文，然后伊逐冬生日的时候，伊就伫遮签名搁一遍甲上帝立约。伊甲伊的太太结婚了，伊甲伊的太太逐冬拢伫伊的生日的时候签落家己的名，表示甲上帝搁一遍来立约。这是因为伊在生的时候，无人知影有写这个献新文。是伊过身了后，人咧整理伊的遗物的时阵，发觉有一张献新文，而且对16岁开始，就一直签名，后来因为这是伊的遗物嘛，所以就送等于英国，互伊的亲戚来保管。2013年的时阵，伊的亲戚将这份礼物送互台南新学院。基美博物馆知影将这个礼物送到新学院，伊特别派人来将这个物件来摄影做备份而且佫送台南新学院一个真好咧保存这个物件的这个储思箱互台南新学院爱将这个物件好好来保存落来，因为伊是代表一个对台湾宣告有极大奉献心志的人所留落来的物件。咱来了解来讲这是巴克的牧师伊少年的时阵所写的但是咱咧看伊的传记的时阵，咱发觉讲其实伊少年的时阵有真大的挣扎因为伊的家庭算做是毋是真爽享的家庭所以因热天的时阵，伊会甲伊的一寡亲戚朋友做伙去庄骹避暑因拢去一个叫做汉密尔顿的所在去遐避暑有一天伊家己记录讲，伊去因一个朋友的厝里参观，这朋友因老爸是咧做生意的，厝里做好个，伊看到因兜的建筑看到因兜的迄个家具伊讲拢用遮尔好诶。伊讲伊迄个心中，伊迄个时阵心中有一个意念，突然间起来讲，我将来我若大汉了，我就的确要亲像我这朋友的老爸同款，做生意赚大钱我嘛要买遮好的厝用遮尔好的家具结果感谢上帝，伊讲伊离开迄个朋友的厝了回去的时阵，伊家己咧反省的时阵，伊讲毋是，
上帝呼召我吼，毋是要做生理人，是要做牧师。所以伊伫16岁时就写即个献身文吼，伊头脑真好，所以伊15岁就去读大学啊，吼，16岁写即个献身文，咱来看伊献身文中间的这段，吼，这段讲，我今仔日用上界严肃的态度，誓约顺服，我将要放弃一切管辖我的，我要将我甲我的所有，无论心思意念、四肢百体、财米、时间，甲一切的力量。拢奉献给上帝，拢奉献给你啊！为着互我成做有路用的器具，会当引出众人归向你，更加会当荣耀你的名。我决意要忠心服从你，我要用热切的心、谦卑的决意，永远属于你。而且时常会当知影你首要的指示，用热情欢喜的心来实现奉献的意志。这是一个16岁的少年人所写的，伊决意为着上帝国的事工，放落一切。所以这款的心志吼，咱牧师一直咧讲吼，咱的第一代的传教士就是有这款心志的传教士，咱毋通做了尾仔囝。但是牧师若要强调一遍吼，放落一切吼，上界重要是心态。你毋通讲我放了一切，所以我即摆要来军队耶稣，吼，我来读新人医做牧师，吼，都毋是每一个人的呼召拢是安尼。咱看马太吼，真特别的吼，我拄则有讲过吼，马太放了一切，伊毋是真正放了一切，吼，至少吼，伊迄支咧记小的笔，我相信伊个摕咧，但是伊将即个记小的笔，吼，收税时记小的笔，来用做安那写福音书的笔啊。伊将伊用来记录耶稣一切，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做的代志，编辑了马太福音书。我拄则嘛有讲过，伊嘛无完全放弃伊的产业，但是伊用伊的产业，带人来到伊的厝里参加宴会，邀请伊的朋友来听耶稣基督分享，来认捌耶稣。所以咱会通理解就是讲，咱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除了非常确定是专职的呼召，若无事实上，咱通留点伫上帝为咱安排工作顶面，用无共款的心态来服侍，透过咱所做的工来荣耀上帝，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看见着吼，马太军队耶稣吼，伊做一个真正确的选择啦。吼，有真侪人想要改变，但是安怎？伊可能会是，我拄则开始的时候，我讲过有去求神问卜，还是讲算命解运。咱知影，咱若要得到真心的改变吼，咱毋通找毋到方向，找毋到老师，找毋到信仰。若无吼，咱毋简单无得到改变的目的，反倒等于哪变哪败。吼，咱看见着，迄一天马太改变的迄一天，耶稣亲自来到伊工作的所在，呼召伊讲：“你来跟对我。”我相信是主迄款怜悯，知影伊看到伊迄个虽然外表真丰富，但是内心真丧向的心志。耶稣讲：“你来跟对我，我要改变你。”对安尼，咱理解来讲，稳定是白白要想事的，亲像耶稣家己亲自行到伊的面前。稳定是白白要想事互你的。是无需要付任何代价，但是咱嘛爱明白，虽然是耶稣亲自呼召马太，但是是伊的回应成全了这个呼召。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稳定要白白互咱，只要你心内相信，嘴内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咱就的确会当得到救。所以，咱就是爱去找到迄个正确的方向，才能得到真实生命的改变。咱要破病要去找医生，咱总是嘛爱找迄个上好的，咱总是袂清清彩彩去找一位，但是咱来理解吼，耶稣不但是上好的，也是唯一的心灵救主，是值得咱完全信任倚靠的。生命的问题，咱就找耶稣绝对无毋对，这是正确的方向。
咱看见着吼，马太因为找着正确的方向，生命得到改变了吼，伊毋是一个自私的人，吼，所以伊欢喜将即款的恩典甲别人分享嘛，吼。咱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啥？食好斗相报对无？吼，马太毋是食好斗相报呢，伊是安那？食好斗相带。我有一个朋友吼，伊若去食着啥物好物吼，伊毋是讲拍电话来讲哦，倒位好食尔，伊着安那？伊就安排一个时间带你去食呢，吼，啊，佮教你安怎食，吼，啊，佮一定要互伊请，你无互伊请，伊会生气，吼，因为伊就是家己享受着即个好的物件，吼，伊就要甲你分享，互你也甲伊做伙享受即个好的物件，吼，啊，咱今仔日得到福音遮尔好的物件，啊，咱毋通自私讲啊，我得救就好，我嘛爱看到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也爱食好斗相带。马太伊过去是一个收税，生活伫黑暗中间。当伊军队住了，伊发觉伊的生命得到改变，伊找到人生的方向。所以伊就摆设一个宴席来公开见证伊的顶头生，甲伊的改变，而且甲伊的朋友做伙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伊开钱，伊爱费力去邀请。伊透过这个宴席，引带伊的朋友来认捌耶稣。所以咱看见着吼，马可福音书咧记载这件代志的时阵讲，当时阵都有一寡收税甲罪人跟对了耶稣，所以伊即款的工作是有效果的，吼。因为吼，其实请人客是一个真好的方法啦，吼。有一寡人吼，可能你若请伊来教会礼拜，伊无一定愿意来，吼。但是你请伊食饭吼，伊就讲啊，看着食饭的民主吼，来参加一下吼。啊，若食饭的过程中间，咱会当甲伊分享福音，吼，安尼就当收到效果，吼。所以牧师期待讲吼，咱会当把握一寡节期的机会，吼，特别咱伫圣诞节，吼，咱过去拢有福音茶会，啊，今年疫情的缘故，所以咱改变方式。过去咱是办迄个归教会大场的。咱即摆来用小组的方式去办理，吼，啊，咱会当邀请人来到小组的中间，啊，透过迄个较好的气氛，吼，将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甲因分享。而且咱一当拢有3遍的洗礼，吼，咱即摆其实咱的牧区拢有做一个安排，就是咱伫3遍洗礼前，吼，每一遍洗礼前的4个月。拢开始有一寡活动，咱先伫4个月前开始找一寡还未信主的朋友的名单，来为着这个人祈祷。在这过程中间，咱安排一寡活动，邀请伊来参加，带到小组，带到团契，带到教会内底，咱当对因传福音，吼。啊，咱尽力传福音，我相信修行是上帝的工作，吼。所以咱会当配合安尼，亲像马太同款。叫做别人的祝福。啊，马太毋是简单将福音介绍给伊的朋友，伊也想到其他的人，甚至想到后代的人。所以安那，我拄则有讲过，伊将伊记绍的笔用来写耶稣的生平甲教训，完成了马太福音书。伊将伊对耶稣所看到、所听到的，一笔一笔来记落来。互咱会当今日咱看见耶稣的教导，甲耶稣基督为咱所做的见证，所以圣经中间有4本福音书，其中头前3本，马太、马可、路加，这3本叫做共观福音书。第一本形成的福音书应该是马可福音书，然后马太甲路加是参考马可，佮家己收集的资料来编辑做。马太福音书甲路加福音书，啊，这3本福音书吼，拢有家己的特色。你若详细去看，你会发觉讲马可写了上界生动、上界活泼，哦，那亲像咧看一个故事的。啊，路加吼，因为伊是做医生的，所以伊伫伊的路加福音书吼，展现伊对人生的关怀。伊特别关怀遐个丧乡的、遐个受压迫的，吼，即边缘人。啊，然后马太真特别的是，马太是真够编辑的一个人。
伊运用伊编辑的文字将耶稣的教训来编辑了真好势比如讲，伊伫马太第5章到第7章，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伊来编辑起来，叫做山上宝训就是咱10月份开始要好好来查考的一段经文如果你若要问牧师讲这一本福音书你上爱，其实牧师要甲大家讲，马可上适合当做故事册来读。你若要介绍无道友来读互伊先读马可。路加咧读的时阵你会感觉真感动。你会发觉讲，上帝真正是一个怜悯的上帝，拢怜悯遐受压制、痛苦的、丧凶的。马太是适合来查考，一节一节，咱用心来查考，咱会让了解中间的意思。咱来记得一点马太福音书是公认是为着犹太人写的福音书，因为伊引用旧约上介济。但是咱来理解呢，马太伫临捌耶稣进前是上受犹太人看袂起的，所以伊定义要将这个改变伊生命的主介绍予过去上介歧视伊、排斥伊的同胞，伊就写这马太福音书写落来，今仔诚做犹太人以及咱所有的人真大的祝福。咱今日咧看马太的故事有一寡马太的故事无写伫圣经的牧师这个时阵要讲伊的结局啦马太后来根据传说，伊伫犹太人中间工作15冬是使徒中间伫犹太人工作伫本族内底工作上介久的使徒。后来伊去外邦谦卑服侍有的传说讲伊伫非洲的所在，各地去报道，后来为主宣教伫波斯的所在。伫伊所写的福音书伊无偏颇家己啦你若家己咧写迄个传记的时阵，你可能写咧家己的时阵会加减较美化，较写家己所做的这代志。但是马太无安尼写，伊只是谦卑伫伊的名字头前加一个伊过去互人看袂起的职业，叫做税吏马太。然后咱咧看马太福音书咱若看到上落尾的时阵，第28章咱看起着19节有写一个耶稣基督所讲的大使命，对无？讲恁爱去，互万百姓做我的门徒。咱看到这个时阵咱看起着马太就是照安尼去行。伊不但伫犹太人中间工作，伊也去甲外族的所在工作，尽伊一生到落尾宣教，拢是要为着要完成主耶稣基督交代伊，互万百姓做我门徒这个教训。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看马太的生命故事，咱看到一个过去互人看袂起的人，变成做一个祝福人的人。你敢有想要亲像伊同款，领受这款改变的生命？咱就做伙来学习，亲像伊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改变伊的生命。愿上帝亲自赐福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使徒马太的生命来对阮讲，阮的生命也会当得到改变。只要找到方向，跟对耶稣；只要愿意为着耶稣基督放下阮心中的欲念，尽力来服侍，阮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阮求主，你赏赐阮智慧，互阮每一个人接受你的呼召，也改变阮的生命。阮求主帮助阮，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